Hello， 大家好 ，A 空好家園阿唐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 A 空好家園嘅頻道啊。咁啊，今日咧拍攝呢一個咧大亞灣嘅新樓盤嚇，咁啊喺呢個片區嚟講咧少有新樓盤嚇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啦，哇，靚仔，追錦明庭嚇。咁啊，呢個樓盤嘅位置咧，亦都非常之好啊嚇。咁啊，樓盤咧前面咧就龍山一路嘅嚇。咁啊，龍山一路咧直接咧去到轉盤嗰個位置咧嚇，過到去咧開成大道嘅天虹咧，講緊係1公里嚇。咁啊，呢個位置咧去到萬達咧，亦都非常之方便啦嚇。咁啊，行前面呢條小路咧，去到萬達咧，講緊都係3分鐘嚇。我講緊揸車嚇。咁所以講咧，位置嚟講咧，亦都非常好嘅。呢個位置咧係惠陽與大亞灣嘅交界嚇。咁啊，樓盤咧就比較低密度啦嚇。咁啊，呢個樓盤咧就得2棟樓嘅啫嚇。咁啊，依家咧全新入市啦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咧呢啲排山咧，準備拆嘅嚇，咁啊拆晒之後咧個外立面咧，我哋俾翻一個效果圖，大家去睇睇咁樣嚇。咁啊呢個樓盤咧十分之精緻啦嚇。咁啊呢個樓盤咧就非常之勁爆，有6個積嚇，1房至到4房嚇，樹廳又有，南北通又有，雙龍抱珠又有嚇。好，咁啊今日咧就唔放啲航拍咧，因為點解咧？航拍機炸咗嚇，咁所以講咧真係咧，我哋拍片咧，第一個有風險，第二個高成本。你講咩萬幾蚊嘣一聲真係，所以咧真係。拍片咧係真係付出咗好多，大家記得點讚支持我哋 A 空好家園嚇。好，全新樓盤嚇，梗係有新嘅動作啦。首期2萬蚊上車嚇，首期2萬蚊上車咧，直接放咗款之後，再送你1年嘅月供喎。講緊係6字頭喎。嗱，6字頭咧可以買大亞灣嘅中心區，去到萬達方便，去到開成大道嘅天虹方便。嗱，龍山一路咧一路接到咧龍海一路，去到沙田站咧完全唔需要轉彎。講緊呢度揸車過去10分鐘就 OK 啦嚇。咁啊，香港人咧60歲嘅長者可以用到咧免費嘅地鐵。咁所以講咧，沙田站落咗車之後咧，直接咧坐1蚊6嘅公交車翻到嚟樓盤嚇。6字頭，首期2萬蚊入去介紹翻。好，咁啊售樓處咧就入咗嚟啦嚇。咁啊大家睇到咧現場咧已經係全部準備就緒噶啦嚇。咁啊直接咧係可以做認購同埋鎖房嘅嚇。咁啊呢度係售樓處。咁啊追錦明庭嚇，非常之靚仔嘅名嚇，咁啊低密度啦嚇，價錢都俾到相當之優惠嚇，咁啊作為一個新盤嚟講咧，位置唔錯，睇翻個價錢嚟講咧，性價比真係好高嚇，最主要咧佢個積嚟講咧比較靚，比較多元化嚇。好，咁啊依家咧售樓處咧就係以後嘅入戶嘅大堂咁樣啦嚇。好，咁啊大家睇到啦嚇，抬高式嘅嚇，抬高式嘅嚇。好，咁啊大家知道啦，呢個位置嚟講咧嚇，從未發生過浸水事件嚇。放心，好，咁啊區位沙盤，咁啊位置嚟講咧，頭先開鏡已經講咗啦嚇，門口咧就係龍海一路，直接咧唔需要轉彎咧，去到沙田站嚇，咁啊經呢個咧地鐵翻到香港嚇，非常之低成本嚇。咁啊頭先講咗啦，天虹啊、大潤發啊、星河 Coco Garden 啊，同埋萬達廣場咧，全部都係2公里以內嚇。咁啊，十分之方便啦嚇。咁啊，教育就唔講啦。香港人咧，好多細路仔咧都讀完書啦嚇。好，睇翻呢個沙盤先嚇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啦，外立面嚟講咧，非常之靚仔嚇。咁啊，用呢啲咧米黃色同埋咧淺藍色去搭配翻嘅嚇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啦，呢個樓盤咧就2棟樓嚇。咁啊，1棟同埋2棟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啦，上台式嘅園林嘅嚇。咁啊，呢個咧3樓咧就係空中花園嚇。咁啊，空中花園咧大部分嘅效果都已經係做咗出嚟嘅啦嚇。咁啊2棟樓嘅排山咧拆咗之後咧就好靚仔啦嚇。咁啊同大家講翻啦，呢個樓盤嘅交樓時間咧就係明年嘅年底嚇，有購房合同係可以簽嘅，註明係明年年底交樓嚇。咁啊依家咧主體嘅架構已經做好咗啦。好，咁啊呢個樓盤咧就毛坯同埋裝修任君選擇嚇。咁啊毛坯咧就5999嚇，裝修咧就6799嚇，咁啊意思講係裝修咧就係800蚊1平方嚇。好，咁啊同大家講啦嚇，咁啊呢個咧4樓咧就開始賣嘅嚇，4樓開始賣。咁啊價錢嚟講咧，如果你話想買高少少咧，就每一層加30蚊1平方嚇，咁啊計翻條數咧依然都係襟計嘅嚇。好，咁啊1棟同2棟嚇，咁啊積嚟講咧有6個積比較多元化嚇。咁啊大家睇到啦，先睇呢個2棟嚇。咁啊2棟咧就3梯6伙嘅嚇。咁啊呢個咧01同埋06咧就朝北嘅嚇。01同06咧呢2戶咧就係樹廳嘅3房2衛91平方嚇。咁啊再次睇翻啦。呢個02同埋05咧把邊位嚇，就係咧97平方，97平方咧係樹廳嘅3房2衛。咁啊中間呢一個咧03
03係最細嘅嚇，03係48平方一房單位。咁啊04咧就係95平方3房2衛。好，咁啊呢個樓盤咧仲有大平層，咁啊一棟咧就2梯3伙嘅嚇。咁啊呢個02咧就突出去嘅，佢係品字形嘅設計嚇，2梯3伙。咁啊突出去呢一個咧就係雙龍抱珠蝴蝶形嘅。咁啊呢個積咧就146平方雙龍抱珠大4房。咁啊呢個咧01同埋03咧嚇，01、03咧就係134平方。呢個咧係直廳，即係南北通啦嚇，南北通4房嚇。咁啊所以講咧呢個樓盤嚟講，48、95係嘛，91、97同埋咧134、146平方嚇。咁啊所以講咧積嚟講就比較多元化啲啦嚇。咁啊頭先已經講咗啦，首期2萬蚊啊，首期2萬蚊，批咗款咧再送你1年嘅月供嚇。咁啊清水樓6000蚊。裝修咧就6800嚇，每一層咧買高樓層咧就每一平方加30蚊嚇。咁啊示範單位咧全部係做好晒㗎啦嚇，咁啊交樓標準已經做咗啦嚇，咁啊所以講咧過到嚟睇樓盤咧就比較直觀啲嘅嚇。咁啊積就比較多嚇，咁啊所以講咧呢條片啊稍微比較長少少嚇，全部拍晒俾大家作為一個參考，一個新樓盤嚇，價錢位置係嘛 OK 嘅嚇，一上。好，咁啊上到嚟4樓啦，示範單位嚇，咁啊拍呢一個咧最細嘅積48平方一房單位。咁啊，依家咧就眼見即所得。如果咧揀咗裝修800蚊一平方咧，就按照翻呢個去交標嘅嚇。好，鋼質門嚇，智能鎖要自己搞啦嚇。好，咁啊入門咧就有個洗手間嚇，乾濕分離嘅。咁啊呢度咧係有個趟門。咁啊呢個洗手盤咧就有啲迷你嚇，咁啊就好似啲香港樓咁樣嚇。咁啊呢個咧鎖倉櫃咧都幾得意下嘅嚇。咁啊戶型細啦，係嘛？想要一步到位嘅，可以買翻134嚇，146嚇。咁啊呢度咧淋浴區、馬桶區嚇，隔開嘅嚇。咁啊自己一個人住咧，其實就即係咯兩夫妻咁樣，咁其實嚇都嚇好有私密性啦嚇。好，廚房咧呢個趟門咧係幫你做好嘅。咁啊依家好多樓盤咧都係呢種設計㗎啦嚇。咁啊關上咧就可以炒餸嚇。咁啊打開咧就開放式嘅嚇。咁啊呢啲咧。操作台面嚇就已經係搞好嘅啦嚇，通燃氣啊，同大家講呢個係70年產權嘅住宅嚇。咁啊，大家睇到呢一種咧就係咧睇得比較多啦嚇，就類似啲海景樓咁樣嘅嚇，48平方咧就做一房，咁啊有廚房啦，有洗手間啦嚇。咁啊呢個位置咧作為一個客廳咁樣嚇，咁啊呢度睇電視啦，呢度擺 sofa 啦嚇。咁啊因為咧呢度咧關咗之後咧都唔會有好大嘅油煙嚇。咁啊裝修嗰時咧揀咗裝修係幫你隔斷咗嘅嚇，咁啊呢間房咧就係呢個位置啦嚇，咁啊有門啦係嘛，呢啲牆身嚇幫你做好嚇。咁衣櫃嚟講咧就冇嘅嚇，衣櫃咧就自己搞啦。咁啊呢度咧有一個展示嘅板啦嚇，咁啊做滿晒佢啦嚇，咁啊收納空間咧就會好足啦嚇。咁啊大家睇睇啦嚇。好，趟門係有嘅嚇，趟門有嗱雙層玻璃嚇，多篤雙層玻璃。好，咁啊呢度咧個露台啦，咁露台咧就擺洗衣機啦嚇。好。咁啊前面咧就龍海一路嚇，咁啊大家睇到咧左手邊係望到翡翠山嘅，咁所以講咧過到益田假日廣場咧，過到轉盤咧右轉就 OK 啦嚇。咁啊右手邊咧就係碧桂園嘅龍海一路啦嚇，咁啊位置咧就唔需要話多介紹啦嚇。好，咁啊48平方嚇，喺市中心嚟講係比較稀缺嘅。比較稀缺嘅，因為細積啊嘛嚇。咁啊市中心咧以前係好少細積嚇，難得依家有個新盤係有個細積嚇，48平方可以作為一個就兩夫妻啦、細銀碼上車啦、試水啦係嘛？呢個樓盤 OK 嚇，6800即係680蚊一尺，帶埋裝修嚇。好，咁啊仲有一個咧91平方01同06呢一個，01同06咧就91平方3房2衛嘅嚇。咁啊大家睇到走廊，好入嚟。咁啊呢個咧就係交樓標準嚇，咁啊當然啦，如果你話想裝豪啲嘅就自己咧揀清水樓就 OK， 自己裝修嚇。咁啊呢個咧鋼質門啦，係嘛？咁啊睇落呢個裝修咧就係冇天花嘅嚇，咁啊800蚊一平方算 OK 係嘛？咁啊你話800蚊一平方要求發展商真係要做得好好嘅，未必嘅嚇。咁啊精裝修咧一般都係去到咧1500蚊左右先做到嚇，呢個事實。好。咁啊91平方嚟睇咧，佢個廳嚟講個開間 OK 嚇，咁啊呢度咧就係飯廳嘅位置，咁啊呢度係廚房嚇，咁啊廚房咧就 L 型嘅，咁啊雙門雪櫃咧都係 OK 嚇，咁啊大家睇到啦嚇，依家裝修嚟講咧，大家睇到上面個櫃咧就要自己做啦嚇，咁啊3件頭係冇嘅嚇。好，咁啊天花啦，到時啊要做啲中央冷氣咧嚇，咁啊我建議翻就揀翻清水樓係自己做翻啦嚇，5999蚊一層樓。
加多層就30蚊一個平方嚇。好，洗手間咁啊，睇到咧闊落嘅嚇，咁啊呢個淋浴趟門咧就自己搞啦，一大面嘅窗嘅嚇，空間感十足，91平方嘅空間 OK 嚇。好，咁啊呢度第一間房係冇飄窗嘅，同大家講嚇冇飄窗嘅。咁啊呢度咧就有大概係75尺至到80尺咁樣啦嚇，大概嚇。咁啊大家睇到窗係好大嘅嚇。好，陽光房嗱，陽光房咁啊呢度咧就6個方嚇，咁啊封咗窗之後咧就係完整嘅一間房啦嚇。咁啊直接拉窗簾 OK 嘅嚇。咁啊周邊嘅環境嚟講咧，大家睇到啦嚇。咁啊周邊環境咧，你買個高樓層咧個視野都 OK 嘅嚇。好，主人房。咁啊，主人房咧個套廁係有嘅，咁啊先睇個套廁先。嗱，空間感係大嘅，十足嘅，打個手俾大家睇，OK 嘅嚇。咁啊呢啲搭色嚟講咧，就比較暖色少少啦嚇。咁啊開燈嚟講咧，佢就比較光亮少少，係有窗嚇。好，主人房休息空間。咁啊呢個飄窗咧就唔拆得啦嚇。咁啊下面係擠空調嘅，咁啊空間感嚟講咧都有11個平方，110尺嚇。咁啊呢個咧就91平方，3房。2圍嚇，01同06嚇，咁啊睇個露台先。嗱，同大家講下01同06咧，佢係朝北嘅嚇，對面嗰啲咧全部都係朝南嘅嚇，咁啊大家睇到啦嚇 ，OK 嘅嚇，空間感十足嚇，打個手俾大家望，掂嘅嚇，露台夠大嚇，咁啊幾乎冇咩公攤啦，90平方係嘛？做到2圍嚇，並不是1圍嚇，咁啊價錢嚟講就比較抵啲，因為咧佢係朝北嘅嘛，咁啊朝南咧。就有95同埋97一個。好，咁啊02同埋05咧就97平方，04咧就95。咁其實咧都係一樣嘅樹廳3房2圍嚇，咁啊直接咧拍呢一個05俾大家嚇。咁啊旁邊嘅04、95係一樣嘅，爭咗2個方嚇。好，咁啊樹廳為主啦嚇，咁啊97平方可以做到咁樣大嘅空間咧 OK 嘅嚇。咁啊入門就玄關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依家咧大家睇到擺咗家私家電咧，大家睇到個空間感係十足嘅嚇。咁啊，到時可以做翻啲餐邊櫃啦、玄關櫃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呢度咧係做到4人位嘅 sofa 嘅嚇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考翻啦嚇。咁啊，就冇呢啲家私家電嘅，同大家講講嚇。咁啊，頭先個交樓標準係一樣嘅嚇。好，飯廳啊。咁啊，97平方嚟睇咧，個廚房係大嘅嚇，而且仲有個生活露台。咁啊，呢個生活露台咧又接近大概3個平方嚇，30尺咁樣嘅嚇。咁啊，打開呢一個門之後咧，與主露台咧係對流嘅嚇，相當係可以講係南北通透咁樣啦嚇。好，咁啊睇睇啦。嗱，景觀嚟講咧，事實講係冇咩景觀嚇，呢個事實嘅。但係露台夠大咯嚇，好用咯係嘛？咁啊開間咧都做到咧有3.8米嘅啦 ，OK 嘅嚇。好，咁啊睇翻個內籠。咁其實咧91平方、95平方、97平方都係樹廳3房2圍嚇，咁啊有少少嘅大細嘅差異化嚇。咁啊呢間嘅陽光房係夠大嚇，咁啊呢度咧去到大概有90尺多少少嚇，咁啊呢間房係好大嘅嚇。呢間陽光房啊長條型嘅嚇。好，咁啊呢度可以作為父母房啦嚇。咁啊依家咧擺咗1.6米嘅床咧，大家睇個空間 OK 嚇，仲有飄窗嘅嚇。咁啊呢間房嚟講咧，加埋飄窗咧都有11個平方度嚇。好，嗱洗手間就唔入去啦嚇，3段式嘅嚇，3段式空間感十足嚇。97平方幾乎冇咩積浪費啦嚇。咁啊97咧，佢個淋浴區咧就係鑽石型，但係好彩佢係有飄窗啊，咁啊所以講咧轉身個空間係會大啲嘅嚇。咁啊啲鏡櫃就冇嘅嚇。好，咁啊裝修嚟講就簡單裝修啦嚇。咁啊呢度係冇飄窗嘅，咁所以講咧可以放個床頭櫃啦嚇。咁啊主人房個空間都 OK 嚇。咁啊做櫃咧就喺呢個位置嚇。咁啊建議翻啦就買清水樓啦嚇。咁啊買清水樓咧可以自己發揮啦嚇。咁啊發展商呢啲800蚊嘅裝修嚟講，我睇就麻麻嚇。咁啊可以買翻毛坯啦嚇。咁當然話，哎呀我驚裝修中伏嘅，咁啊揾翻發展商加咗800蚊之餘，同裝修公司其實可以傾嘅，係靈活嘅。咁啊加少少可以裝好啲咁樣嚇。好，咁啊去翻一棟嚇，一棟咧係有2個大積大平層，拍埋俾大家。嗱一棟咧就2梯3伙嘅，咁啊2棟咧就3梯6伙嘅嚇。咁啊前面嗰戶咧突出去咧就02啦嚇，稍後拍嚇。咁啊依家咧就拍呢一個01同03嚇，01同03咧就134平方，南北通透嚇，直廳4房，獨門獨戶嘅嚇。好，又嚟睇翻。咁啊入門咧就有間陽光房嚇，
咁啊，大家睇到景觀係 OK 嘅嚇，採光 OK 嚇。咁啊，134平方做到南北通係好誇張。嗱，呢間房咧夠大，大家睇下，哇，好誇張嚇。咁啊，呢間房足足有14個平方啦，140尺嚇。咁啊，通透嘅，大家睇下，哇，呢個飯廳幾誇張，大平層嚇，接近咧1600尺噶啦嚇。咁啊，大家睇個空間感啦，一大面窗嚇。咁所以講咧，根本日頭係唔需要開燈嘅，因為本身開間大，個採光嚟講就比較足啲嚇。廚房 L 型嘅嚇，空間都還好嚇。咁啊，3、4個人企喺呢度 OK 嘅嚇。好大嘅廳，幾誇張啊！6人位啊 ，sofa 嗱就未掂到護欄嘅手，幾誇張係嘛？好咁啊，3樓咧就係花園，空中花園。咁啊，我哋依家喺4樓嚇，4樓開始賣嘅嚇。咁啊，呢排山就準備拆咗佢啦嚇，明年年底交樓嚇。好，翻個鏡，134平方係好誇張，通透啊！一都睇到啲風好好啊嚇。好，咁啊拍完呢度先，3面式嘅，誇張到咧打個手比對下嚇，比較直觀啲嚇 ，OK 嘅嚇。好，裝修就可以裝豪啲啦嚇，同發展商傾。咁啊第3間房嚇，有個飄窗咁樣嚇，呢度做衣櫃。好，主人房3面式嘅，一樣啊嚇。主人房嘅套廁咧同公衞一樣大嚇。好，主人房嘅休息區。嗱啲床咧都剛剛裝嘅嚇，因為呢2、3日先推售嘅嚇，呢個樓盤嚇剛剛搞好嚇，新鮮入市。好，134平方嚇，咁啊通透嘅飄出嚟啊，最主要咧個露台嚇，因為前面得1夥啫嘛嚇，咁啊所以講係唔會遮擋啦嚇，唔會遮擋嚇。好，睇翻呢個雙輪鋪珠。嗱呢個02咧就146平方，咁啊呢度咧出咗 lift 之後咧，呢度係有個防火門，咁啊呢個空間咧就係自己嘅私人天地啦嚇。咁啊呢度有一個走火梯嚇，但係都唔經常有人過嘅嚇。咁啊呢個位置嚟講咧，都有差唔多有9個方嚇，意思講係送9個方俾你。呢度係冇人經過嘅，得你一夥嘅嚇。好，咁啊02 146平方雙輪鋪珠嚇，入去睇翻，幾乎冇公攤嘅，大家睇個空間感係十足嚇。玄關櫃，咁啊玄關櫃大家睇到啦，去到咧有3米啊，係好誇張嚇。好，146平方，咁啊就接近係1600幾尺咁樣嚇。好，第一間房嚇，個飄窗大嘅嚇。好，咁啊兩邊開蝴蝶形嘅，大家睇等張圓台6人位 ，OK， 完全夠大嚇。咁啊呢度可以做啲餐邊櫃嚇，做啲餐邊櫃嚇。好，廚房，哇誇張，係咪好誇張啊？真係叫晒啲朋友1、2、3、4啊！咁啊食飯咧，我諗係10分鐘都搞掂，多人幫手嚇。好，仲有生活露台嘅，咁啊生活露台咧就30幾尺到啦嚇，30幾尺，3個幾方咁樣嚇。商場煲咧同大家講下。好，嗱啲發展商咧，大家睇個創意樣板間咧，係從來未睇過係用中式紅毛嘅啊，即係大家可以參考下啦嚇。OK 嘅，有啲人中意呢隻嘅嚇，咁啊比較經典嘅嚇。好，咁啊呢度又有間陽光房，咁啊呢度咧就60尺咁樣咯，6個方嚇。風窗咧就係間房嚟㗎嚇。好，咁啊呢度又係間房啦嚇，入門呢度係2間嘅嚇。好，嗱包埋飄窗咧係好大嘅嚇，咁呢間房就包埋飄窗10個平方啦嚇。好。咁啊呢度大家望一望，3面式，空間感係十足㗎啦，都唔使過去比下個手啦嚇。好，幾誇張，係嘛？紅木、荔枝木啊呢啲，幾正，有飄窗嚇，望正花園啊，望正花園嚇。咁啊露台咧，俾大家望一望，啊露台好誇張，大到咧〜打麻雀一定得啊！擺跑步機可以擺2部嚇，俾手比對下。嗱咁啊望正花園嘅嚇，南向嘅，同大家講嚇，南向嘅。好，再翻個鏡頭。咁好多人咧就揾緊呢種嘅嚇，呢種係比較大啲，前面
咁啊視野唔會遮擋，張房3面式嘅，好幾誇張，空間感十足，哇！所以2米2嘅床都 OK 嚇。咁啊房係比較多啦嚇，1、2、3、4、5嚇，其實5間房嚟嘅嚇。咁啊因為咧呢度嘅生活露台啊嘛嚇。好4+1房，5房嚇。咁啊呢個樓盤咧精緻型咯，係嘛？6000蚊清水樓，裝修啊加800，6800嚇。咁啊可以做到低首期嚇。咁啊問咗發展商合作嘅銀行嚇。咁啊資質稍為好啲嘅2萬零蚊左右嘅收入都可以接見嚇。咁啊大家揸緊時間，呢個樓盤低門檻上車，低密度，價錢俾到最順嚇。咁啊歡迎大家咧同我哋報名實地考察674000605，最感命庭掂，出年見，拜拜。